伫2冬前，新北市有一个姓郭的高中生，为着要帮一个姓林的查某同学出气，摕刀仔毒死同学校的同学。一审，这郭同学是互判9冬，林同学互判8冬，因搁再上诉。今仔日审是宣判讲郭同学该判12冬，这林同学是判11冬，卖当搁上诉。 民不处悲伤，行出法院，因是新北高中生挂红棍仔案的被害人家属。唔甘囡仔伫校园无命，也唔过影响的细个少年甲西人的少林少女，一审各判刑9年到8年，将案上诉了后，虽然2审、2、3以杀人罪加重改判，少年12年，少女11年徒刑，由原和被害者父母无法度接受。他们进去法庭都还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耶。 根本没有跟我道歉过，那是法官引导他们来跟我道歉，他们才道歉，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态度哎。然后又这样子判决，我可以接受吗？我真的没办法接受。专案发生伫去年12月，少年少女告被害人的班上找人，不满互被害的姓杨同学阻止，去甲找姓郭少年来助阵，用刀仔攻击。此案经过高院合议定审结，考量被告的行为情形，甲徛伫促进健全自我成长，甲中反社会的相关事由，所以做出判决。修复式司法是要修复我们什么？我们孩子命都没有了，一路的在法庭上这样子欺辱我们被害人家属，怎么修复？要修复什么？修复他们吧。其实，伫2审开庭过程，被害人家属毋茫找到真相，勿同意进行修复式司法。也毋过，被害父母批评无方修复，甚至受气批评司法已经死啊，专案也会当上诉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